在这干什么？木家吗？有老师啊，这不干了，这山东讲的哪干？这个他都得跑职业了，你还职业了，这他还要了，我第三了嘛？你真的是得我有意对吧？对有这是个打我嘛？你不对了多。对了，对啊，对了，张龙，哪个有猪还有这边，咱们要不让路站了再说，我还能估计好，你不多说得多嘛，得多这个当地上山都要的是吧？我还这说得来嘛，我说得了没呀？我给上来说得了没呀？就给家那着我。有是收哪子了？有用来找嘛？快了，我说的了，那找不还去做吗？农村农爱多，我头路啊毛。你的天里面是手拉不路门一人走海了，一人只走着，嘟老天海了在天，你老怕几不？我是手拉我南来西旁。